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每透早，这拢是新的。你的成绩极其广大，我心来讲，真神是我的福分。因安尼，我要仰望伊。既然等候真神，心内追求伊的真神，得甲是因予伊。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第3章23节到25节。每透早，这拢是新的。你的成绩极其广大，我心来讲，真神是我的福分。因安尼，我要仰望伊。既然等候真神，心内追求伊的真神，得甲是因予伊。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第3章23节到25节。主耶稣敢若亲像宝矿同款，稳装着各样的宝物。伊是迄个充满万有者的，只要咱肯来掘，每一遍拢有新的发现。这个宝矿，世间人做来挖，也挖袂尽。世间人伫物质的需要方面，也是不断伫咧发现，不断伫咧挖。所以科学研究是无煞的进步。咱人伫灵性生命的代志顶面，也更加是爱安尼。咱伫基督耶稣内面，生命是丰盛，也是贫穷，拢看咱伫基督耶稣内面有认真伫咧追求无。神乐意甲各样的因素赏赐予咱，并且等候要赐予咱。只要咱肯接受，就要互迄个万有者所充满的，充满着咱，连伊的能力、伊的智慧、伊的仁爱、伊的圣洁、伊的权能、伊的荣耀，甲各样属灵的美德，以及神圣的一切丰富，就是有形有体，带伫基督耶稣内面遐，咱拢通好得到。当咱相信领受主耶稣的救恩，就通好脱离软弱，脱离束缚，脱离误会，脱离重担，脱离上无容易脱离的骄傲甲嫉妒，脱离各样不义甲过犯，而且真做新造的人。为要达到真做新造的人，问题毋是会当还是袂当，是肯也毋肯的问题。若肯常常带伫基督内面，就通得到。若会当有深入的追求，就会当得哩更较济，体验更较济。每透早，这拢是新的。你的成绩极其广大，我心来讲，真神是我的福分。因安尼，我要仰望伊。既然等候真神，心内追求伊的真神，得甲是因予伊。旧约圣经耶利米哀歌第3章23节到25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，感谢收听。